第21集大結局，活出你精彩嘅人生，贏翻人生嘅主導權啦！終於嚟到最後一集大結局啦，用咗21集同大家精讀完呢一本《富爸爸21世紀嘅生意》，作為一路帶領你去分析呢本書嘅主播。今日我想拋開所有複雜嘅商業圖表同埋制度，同你傾一傾呢一份生意背後最核心嘅終極靈魂。你究竟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呢？行到嚟呢一步，相信你已經完全明白啦。打工 E 象限同埋自僱 S 象限係用自己時間去換錢嘅，你手停就口停；而企業家 B 象限同埋投資者 I 象限係用系統同埋網絡去創造呢個被動收入，等資產去幫你賺錢。Robert Kiyosaki 全書最特別嘅強調，網絡營銷之所以係21世紀最偉大嘅生意模式，唔係因為佢可以令你一夜暴富，而係佢拉低咗所有普通人跨入呢個右象限嘅門檻。佢俾咗每一個不甘平凡嘅打工仔一個最公平、低風險嘅轉型跳板。喺香港生活，好多人每日勞勞碌碌，表面上好似係為咗一份糧，但其實內心最渴望嘅就係安全感同埋自由。作者喺大結局留低咗一句好重量嘅說話：金錢唔係生命中最重要嘅嘢，但係金錢卻能支撐你生命中最重要嘅嘢。當你建立起屬於自己嘅商業網絡資產，每個月都有源源不絕嘅現金流入你嘅戶口嘅時候，你賺到最值錢嘅唔係名牌又或者係跑車，而係拒絕你唔中意生活嘅權利，真真正正嘅自由。你可以同唔欣賞你嘅老闆講拜拜，你可以喺屋企人需要你嘅時候隨時放假去陪佢哋，你可以冇後顧之憂咁樣去追尋你細個嘅時候嘅大夢想，呢個先叫做活出你嘅精彩人生。好啦，21集嘅精讀已經全部解讀完畢啦。中國古人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好，知而不行等於不知。如果你睇完呢21集，心裏面好贊同好興奮，但係聽日放工你依然返到屋企都係碌電話，繼續抱怨生活，乜嘢行動都唔採取，咁呢本書對你嚟講只係一本冇用嘅心靈雞湯。改變命運嘅鎖匙依家就握喺你自己手上面。21世紀嘅生意系統已經喺度啦，可以複製嘅商學院培訓一早 ready 好啦。最緊要嘅就係你願唔願意俾自己一個機會，踏出呢一步去嘗試。多謝大家過去21集陪伴同埋支持，呢個系列雖然完結，但屬於你嘅致富旅程依家先係正式開始。如果你已經準備好跳出你嘅舒適圈，想揾一套低風險有系統兼職可以啟動嘅21世紀副業藍圖，唔好等啦，即刻留言打大結局或者直接 DM 我，等我以過來人嘅身份同埋專業教練嘅身份親自同你解鎖下一階段嘅實戰方案。記得點讚分享呢條片俾你想一齊變有錢嘅戰友。我哋喺創業成功嘅頂峰再見，拜拜。